嘉寧風波燃燒 ，Andy 爆公關危機，群組暗黑操作牽出知名男星。網路圈近日再掀風暴。YouTuber Andy 老師與前女友嘉寧的分手糾紛持續燃燒，從情感風波一路燒到財務爭議、法院訴訟。23日 ，Andy 再度發出影片爆料，指控嘉寧一家人在事件後成立名為嘉寧公關危機的群組，意圖以公關操作和輿論戰毀掉他的人格。驚人的是，群組內疑似還有一名知名男藝人參與其中，引發外界揣測與熱議。在影片中， Andy 老師表示自己長期以來只針對群海公司與嘉寧媽媽曾淑慧，但他強調，看完卷宗後才驚覺整件事背後暗潮洶湧。據他所說，該群組由張家姊妹公關團隊、網軍成員以及一名男藝人組成，目的是設局抹黑他，包括找狗仔偷拍、散布負面新聞，甚至試圖引誘他犯錯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據稱群組成員還洩漏了他親友的住址與個資，企圖以輿論壓力徹底摧毀他。影片一出，網路輿論瞬間就窩。雖然 Andy 並未點名，但他提及這位男藝人副業很多知名度高，讓許多網友立刻聯想到曾與嘉寧及展榮展瑞合作過的歌手陳零九。相關揣測在網路上持續燃燒，話題瞬間登上熱搜。面對外界質疑，陳零九隨即在社群平台上火大回應。他無奈表示，如果不是我，有人會跟我道歉嗎？沒有。強調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動用所謂的網軍或媒體，要是我真的能發動媒體寫新聞，那為什麼他們總是寫我不好？一句話道出心中不平，也讓粉絲替他抱不平。陳零九近年來除了音樂創作，也因多次參加心靈成長課程跨界合作節目而成為話題人物。而他與嘉寧之間的過往合作，更讓網友對此次事件的指控格外敏感。目前他並未採取法律行動，但態度明確，強調自己無辜被牽連，呼籲外界理性看待。這場風波從情感糾紛擴大成輿論戰，不僅牽動多方藝人形象，也再度凸顯網路傳言的殺傷力。究竟真相為何？目前相關各方仍未正面對質。事件後續發展，仍是娛樂圈與網路輿論持續關注的焦點。